大家好，今日隨之介紹咗一個聖誕蛋糕，其實係一個果仁麵包嚟嘅。我哋需要發粉、雞蛋、麵粉、牛油、魚乳、糖、鹽、杏仁膏、酒液、蜜餞嘅檸丁、蜜餞嘅橙丁、雲呢拿糖、酒、杏仁粒、提子乾、肉桂粉、糖粉同埋吮指果仁碎。濾咗嘅麵粉擺入發粉、糖、雲呢拿糖、鹽、酒、肉桂粉、冧酒嘅液一支，兩隻蛋，魚乳，牛油切佢薄片，而家猜到佢勻勻啲。杏仁粒我放咗2湯羹奶落去，浸咗佢10分鐘。吮指果仁碎、提子乾、蜜餞嘅檸丁、蜜餞嘅橙丁，而家全部撈勻咗之後，做佢一個麵團。50個 gram 杏仁膏，我揾2張保鮮紙，一張喺上邊，一張喺下低，碌成佢係一個薄片，正話已經做咗。麵團攞佢出嚟，揼少少粉，猜下佢大約2-3分鐘。我已經猜咗佢3分鐘㗎啦。佢要本身濕濕地嘅，跟住而家我切開佢4份，攞一啲出嚟。整成佢一條腸咁樣，擺落呢塊杏仁膏上邊，捲起佢。其餘呢啲撳扁咗佢之後，將呢個杏仁卷擺喺度上高，揾一個呢啲膠板幫助你容易啲做嘢，將佢接上嚟呢度，後邊嗰個就接去前邊，側邊我哋整佢一個形。跟住呢度我哋接嘅地方，拱開佢，其餘嗰3個我都係咁樣做。我已經將嗰啲包擺咗喺張油紙上高，拔出嚟嗰啲提子一定要塞入去裏邊遮住佢，因為佢好容易燶同埋苦嘅。個焗爐我喺10分鐘之前170度已經熱咗，而家擺落去第4層焗35至40分鐘，同埋之後揾一啲竹籤吉一吉佢掹出嚟，乾淨就可以。
同埋擺大半碗水喺個爐裏邊，幫助個包面唔好咁硬。今日我呢個包要焗咗40分鐘，而家50個 gram 用嘅牛油搽喺佢上面嗰度。8個 gram 雲呢拿糖，溝1/3羹肉桂粉，撈勻佢。而家抌喺上邊。而家等佢嚟到攤凍，餅已經攤凍咗啦。我而家喺上邊浸一啲糖粉。德國祝你聖誕快樂，多謝收睇，希望你鍾意食，下次我哋再見啦。